观众朋友敢有出门投票呢？今仔日是7位立委罢免案的投票，嘛是核三重胖的公投。镜头来到台中的投票所，民众是已经陆续完成投票。咱做伙来看现场的画面，连线予台台记者杨淑晴、曾俊佑。今仔日是8月23罢免白公投的日子，记者目前是伫咧台中的恒春国小投票所。今仔日的天气真好，不少民众嘛伫透早就出门来投票，部分的投票所阁出现排队的情形。因为今仔日除了核三厂敢要停放的公投，伫台中嘛有3位立委的罢免投票，分别是第2选区的江宽恒、第3选区的杨庆英，阁有第8选区的江启臣。3位立委嘛拢伫透早的时阵就出门投票。江启臣咧投票时阵，面对媒体是表示，希望这道结束台湾社会会当和谐团结。因为杨庆英是杀到坐轮椅的老爸，同齐去投票所。也江宽恒去投票所的时阵，是沿路向民众拍招呼，看起来心情轻松。到目前为止，台中各投票所的投票进行拢顺利的进行。离投票结束也剩无1点钟久，也未出门投票的民众就爱把握时间。以上是记者伫台中上新的情形。咱即阵将时间镜头交转去互主播。